啊，接到個馬丹福榮街啊，去南昌村都近嘅，有車梗係搭車啦，有成50幾蚊孖都唔差㗎，而家查呢單好少錢，基本上兩單都唔過60嘅。呢間嘢隔離就係巴士站，樓上有得揼骨。唉，仲有10分鐘先嚟嘅巴士。前面係嘉頓，好耐啦呢棟嘢。其實嘉頓後面條路可以上個山睇風景，幾靚嘅。即係後邊嗰度咧，上山頂。唉，頭先冇手影相，揸住3檔，搞掂。南昌村喺邊度？今日啊，呢單好啊，有55蚊喎，竟然，都係搭車過嚟5蚊。